呢個男人一手救咗歷史上第一枚自動上鏈機芯，佢係查理斯維爾莫 Zenith 喺70年代嘅製錶師。查理斯喺50年前參與研發歷史上第一枚自動上鏈機芯 Zenith 嘅 El Primero。呢枚機芯除咗係歷史上第一枚，佢嘅震頻亦係當時嘅世界第一。同期嘅機芯震頻大約喺19800至28000嘅區間，而且係手動上鏈。但 El Primero 嘅震頻係36000，加埋係自動上鏈。當年 Zenith 嘅製錶技術係領先全世界。然後去到70年代，石英危機出現，品牌管理層決定停止生產 El Primero。但就係呢個時候，查理斯暗中收集生產機芯所需嘅技術方案同工具，收埋喺錶廠閣樓嘅一個角落。El Primero 機芯得以保留至今。去到現代 Zenith 仍然將新代嘅 El Primero 用喺自家手錶，包括 Zenith 標誌性嘅 Chronomaster 系列，其中 Chronomaster Original 就係致敬1969年嘅 El Primero A386。